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又来到听堂的时间，我是刘秋云，两片的陈先生。今晡日要带大家做的是刺激导演，更加要带大家做的肝脏讲话的盘腿炫耀，一下请大家呢慢慢的坐下来。坐下来呢，要记得咯，我哋坐下多，我哋坐骨的蛋糕，所以延伸要坐比张来。好，我哋左脚盘啊，右脚的蛋糕。好，坐张的呢，用到舒心，挪比手，啊，挪比手，挪下手的呢，都看下我哋的面门有骨的地方，跟我哋面门热敷一下哈。按摩一下，好，一下呢，都记得顶下呢，右边呢，腰椎、胸椎、颈椎旋转，好，再慢慢的延伸出去两骨，延伸出去，好，旋转。到头先的时间呢，刚刚呢舒张，不用比松来，不用下来，不用松，再慢慢的旋转到左边。好，一样，顶下的腰骨、胸骨、肩胛骨带上来。再来哦，腰骨、胸骨、肩胛骨，好，慢慢的带下去。好，舒张不用松，来。肩背呢，尽量扩开，不用松。继续旋转。到左边的呢，用腰骨、胸骨、肩胛骨带上来。好，然后呢，两只手呢，慢慢的沿着我的手脚到膝头。让我哋膝头热敷一下，好，一样哦。我哋来稳偏盘，稳偏盘呢，稳偏左，所以我哋右脚盘啲左脚嘅蛋糕，好盘呢尽量盘上来，坐比张，相同跟我哋舒心挪比手，老公舒心挪比手。一下看下膝头方，用身体一样，用身体来带动，带动我哋舒张旋转，扩开我哋肩胛哦，好，慢慢的伫左边落下去，旋转到正面的时间呢，跟我哋两边的舒张尽量往下、往前扩开，好。再慢慢的到右边旋转到右边，一样顶下呢腰骨、胸骨、肩胛骨带上来，舒张等等身体，慢慢的回正。再来哟，一样腰骨带动旋转。记得咯，我哋眼神要不用比松来，腹腔我哋到头先压缩嘅时间呢，腹腔不用比松，肚子不用比松，一下我嚟做分解的动作，可
开始的时间呢，俺哋一样坐的时间都一坐笔章，坐啊到俺哋舒服，俺哋呢舒服骨嘅坐骨的地方，坐章嘅呢，俺哋两骨能绑嘅出，吼。坐笔章，唔好坐笔安尼曲曲翘翘，有等于坐笔坐啊到也面中骨也只个安尼变啊安尼曲曲的吼，所以俺哋要坐章来，坐笔章。坐章嘅呢，伊用安尼脚左脚呢，靠右脚嘅踮高安尼盘起来。有的位朋友呢，迄若讲无法度，讲按松盘按踮高，安尼自由盘，自由坐啊到唔感觉出彩。感觉舒服，安尼都可以。最主要呢，俺哋都要做俺哋呢，转俺哋两骨，跟俺哋呢两骨转臂旋转，所以呢，开始的时间呢，就感觉盘上来，两只手心安尼挪比手呢，对，也为劳宫、手心也心火，拢挪比手的呢，拢来热敷俺哋肾脏、命门水肾水，跟俺哋热敷，两片呢肾脏按摩一下，按摩好的呢，伊用顶俺哋腰骨开始，腰骨旋转，胸骨旋转，肩胛骨旋转，转啊到极限，转啊到俺哋无法度转的呢，就跟两骨延伸空下来，不用松下来。旋转，天天转到到正面的呢，俺哋两片的手呢，就手掌呢，不用松了，不用下来，唔好安尼撑起来，安尼撑起来都用力的，所以俺哋不用别松，慢慢的再旋转到左片，松来的时间呢，一样，顶俺哋两骨，顶俺哋腰骨、胸骨。肩胛骨带上来，安尼慢慢的旋转上来，到正面，俺哋正面做的一样，稳片做，所以俺哋两只手呢，一样啲腰骨嘅慢慢的到移到俺哋膝头，跟俺膝头呢，用舒心的热气呢。来相应来热敷俺的膝头。好，一下呢稳片做一样，稳片盘，俺哋右脚看到左脚嘅踮高盘上来，相同跟俺哋手心要挪比手来。挪比手的呢，一样跟俺哋手心放伫脚膝头也相对对应俺哋膝头一下呢，因为俺哋稳片做的，所以俺哋用身体带动手掌旋转开来呢，都跟俺哋夹击旋转，该转开来，跟俺哋粘连的地方尽量转开来一样俺哋带动旋转，转啊到转唔得的呢，转啊到极限呢就落下来，松落下来。好，慢慢来转到正面的时间呢，俺哋手腾腾，身体两片的手掌呢往前往下，尽量扩开俺哋两片的肩胛，跟俺哋肩胛尽量扩开，粘连的地方尽量扩开，安尼呢旋转，那是压缩到俺的腹腔俺的做下的功法呢，就会压缩腹腔，帮助俺的管腔气血循环到右边的呢，慢慢的旋转上来，一样带动上来。上来时间，看俺的手掌，因为眼神回正呢。所以手掌慢慢的转过来，转俾正面的，好，一下我哋来做练习的动作。练习的动作一样，我哋先盘左脚到踮高，两只手心挪比手，靠我哋腰骨，跟我哋面门热敷一下。开始呢，
伫腰骨、上骨、肩胛骨旋转下去。好，慢慢的带通旋转到左边。好，再慢慢的伫腰骨、上骨、肩胛骨上来。手呢，慢慢的到俺的膝头热敷一下，好，稳偏盘，好，两只手心伸比手，好，放下膝头，记得咯，一样用俺的身体带动舒张旋转，好，慢慢的落下来。记得咯，到正面的时间呢，俺的两边的舒张要扩开，好，要往下、往前，不用松，慢慢到右边，好，慢慢的腰椎、胸椎、颈椎放起来，舒张，等等身体慢慢的回正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接下来继续听听老师来做新的动作。一下呢，带大家来做屈曲抬臀，请大家人慢慢的面下来。好，面下来呢，两只脚。两只手呢往极限延伸，绑出脚趾要倾下来吼，安尼咱有延伸吼。开始的时间呢，用刚刚吸气，刚刚呢两只膝头箍起来，两只手掌呢到俺的肚脐的中心点吸气，好，吐，不用松，不用松，延伸。再来哟，吸气，膝头尽量箍到俺的肚子哈，吐，不用松，好，再来哟，吸气，俺的手呢尽量抬起哈。吐，不用松。好，一下我来做分解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我们抿下来，抿下来呢就会躺下来，就会干血，我们的血液就流到我们肝脏哈。所以我们抿下来呢，刚刚的脚趾尽量延伸。所以有时把倾下来，倾下来，两只手呢，用看下俺的头拿蛋糕往极限延伸，跟身体呢尽量不用松来。吸气的时间呢，都跟俺的膝头箍起来，收缩起来，到俺的肚脐的地方。竖起来，跟俺的手呢尽量臀部尽量抬起，跟俺的肛门、会阴。同俺的肚脐一点呢，竖起来、收缩起来吼。两只手呢，停顿合到呀，所以俺的重心点伫肚脐，吼，俺的吸气，吐的时间呢，就跟延伸筋慢慢的展开，不用松，延伸，跟俺的两只的两片的脚绑出，竖延伸。所以，俺们收缩起来呢，
中心点伫遐要肚脐、手提安尼下腹腔，也都逆腹式呼吸吼。有看安尼，数迄个吸气，脚相同保持下压哦，做唔得扭起来哦，安尼下压让有延伸到哦，吼，安尼吸气上来的时间呢，记得要讲安尼臀部往上提，手提都安尼腹腔吼，都肚脐的地方吼，啊数呢一样数下去啦，好，停留一下，好，再慢慢的吐，平耸延伸。好，一下呢，俺来做练习的动作。开始的时间呢，相同记得咯，脚趾要轻下来，吸气，手提，吐，平耸延伸，打撑。脚趾呢，一直相同保持下压哈。好，吸气，手提到安尼肚脐的中心点。好，吐，平耸。安尼下压呢，脚趾下压呢，唔要千万过用力哈，放松的延伸。好，再来哦，吸气。吐，平耸，延伸。继续哦，吸气，脚趾轻下来，舌头箍起来，箍到安尼肚脐，轻轻搭到安尼肚脐哈。吐，平耸，延伸。继续哦，吸气，吐，平耸，延伸，莫用力哦，唔见用力的，让关节都会硬高起来哈。好，再来吸气。吐，平耸。好，再继续哦。吸气，安尼手呢要打开来，手心的老公要尽量打开来。好，吐，平耸。都安尼做，跟安尼腹腔压缩。好，再来哦，吸气，手提，安尼可以帮助安尼膀胱无力、敏感。好，吐，平耸。好，再来哦。吸气，吐，平耸。然后动作呢，安尼时常做，可以帮助安尼膀胱过紧张，过安尼吼，慢慢的可以改善。吸气。吐，平耸。
再来哦，吸气，吐，不用松。好，再来哦，吸气，吸巴当安尼咧，腹部跟安尼面门。吸气，吐，不用松。好，再来哦，吸气，手掌尽量合起来，合巴当安尼肚脐。好，吐，不用松，延伸。再来哦，吸气，数数，吸巴当安尼，好，不用松的时间呢，你安尼呢，脚脚下，膝头，脚趾慢慢的延伸，不用松出去。再来哦，吸气。手啊提高，抬高，吸巴当安尼咧腰部肾脏，吐，不用松。再来吸气，数数，到肚脐的中心点。吐，不用松。最后一次哦，来吸气，吐，不用松，延伸。各位朋友，头到的动作有学会冇？记得明日一听听老师呢，好好运动一下，安尼精神、身体能会更加好哦。听筒，我们下次见。